2017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艺术节在北京举办斯洛文尼亚艺术家瓦莱利·沃尔夫甘艺术展。电影制片人兼视觉艺术家瓦莱利·沃尔夫甘从事独立电影制作和当代艺术实践。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期间，瓦莱利·沃尔夫甘受到亨利·希尔教授的实验电影的启发。当时他还是没有经验的年轻电影制作人，在电影和创意无限创作领域掀起了一种研究动态影像的意识。这种意识往往超越了影院电影的传统状态和现代画廊空间的融合。他在数字媒体艺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，并从辛格理查大学艺术学院获得媒体艺术与实践硕士学位，然后在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继续修读博士学位。瓦莱利的作品反映了政治法规和约束所引起的社会冲突，特别是作为旅居艺术家，在国外旅行和工作的时候，似乎在现代社会的匆忙中，只有当他活动时，他才变得和平和安静。当他在空间和时间上移动时，就像当代哲学家保罗·维洛洛在描述速度时寓意的那样，他的镜头让毫无生气的环境变得栩栩如生。其作品的氛围往往包含了寻找和谐、矛盾以及城市与自然、欢乐与悲伤、权力与自由的对比等元素。瓦莱利经常与不同的媒体合作，创造多媒体设备，其中包括他在许多国际画廊展出的短片和视频。他的作品也可以在各种电影节和电影院中看到。凭借其作品，他获得了多项提名和奖项。他积极参与当代艺术和制作、视频和电影项目、国际展览选集和艺术家驻地等多个领域。他还积极投身于将电影教育融入小学教学计划和青年创意工作。在北京，他将展示视频直播混合技术，包括公示特定场域的录像装置。他使用动态影像作为主要工具，就像画家使用颜料一样，在视频叙述中创造新的风格和技巧，并将其与赋予它灵感的空间和时间相结合。作业过程通常为互动形式，并在众多层次方面与公众交流。他的作品充满了日常生活中的隐喻和虚构的诗意世界，他在那里寻求复杂的存在主义问题的答案，而有时只是享受将幸福带入日常生活，并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小细节。